为今年7月开始，环境部结合各县市环保局积极推广市场减塑措施，包含设置循环袋仔取用点，提供购物车等等的政策。市府伫今年5月，伫北区开源市场试办市场塑胶袋仔减塑措施，也推动下来45处公有市场设置二手循环袋仔取用站点，希望会当渐渐降低市场购物用的塑胶袋仔使用量。台南市环保局呢，为了源头减少塑胶袋的使用呢，那今年将代代相传的政策拓展到传统市场。那这个政策的推动呢，我们结合市府经发局的市场处，在全市45个公有市场来设置这个取用柜。那也欢迎市民呢，如果到市场购物的时候，如果能够自备环保袋是最好的。那如果万一忘了自备环保袋，那可以到我们的取用箱来取用这个回收的环保袋。为号召更侪市民参与代代相传政策，做伙来减塑，环保局也特别规划抽奖的活动，鼓励民众多多响应。为了推广这个活动呢，那我们也特别举办了抽奖活动。那市民呢，只要在这个取用箱取用环保袋之后呢，扫描这个 QR code， 那与这个取用箱拍照合影，那就有取得抽奖的资格。那活动呢，我们大概推广到9月底，那在10月份的时候会择期来进行抽奖。代代相传抽奖的活动也特别顺延到今年9月底，民众只要伫市府代代相传站点扫 QR code 加入官方的来，并上传个人使用循环袋合影，就会当参加抽奖。环保局将伫10月抽出130名环保幸运儿，上大奖会当得到1000块便利商店礼券。记者张世维采访报道。